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我要求天父，天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，叫做稳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咱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也无认捌伊，恁却认捌伊，因为伊常常甲恁同在，也别伫恁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、17节。我要求天父，天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，叫做稳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咱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也无认捌伊，恁却认捌伊，因为伊常常甲恁同在，也别伫恁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、17节。神所赐予咱的安慰是各样的安慰，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。咱需要啥物安慰，伊就赐予咱啥物安慰。好亲像医生用各样的药品来应付人各样的病症。病人痛痛的时呢，医生就予伊止痛药仔食；病人袂当困的时阵，医生就予伊安眠药仔食。病人若发烧的时阵呢，医生就予伊退烧的药仔食。医生总是按患者病情的需要，予病人食适当食的药仔。但是医生的能力总是真有限，有缘有真侪病是医生所袂当医的。咱的神却无一项痛苦伊袂当替咱解决的，也无一项悲痛的心灵伊袂当安慰的。伫咱真神遐，透过伊圣灵的同在，就有各样的安慰要临到咱。你善良吗？伊的救恩会当帮助你。你有软弱吗？伊会当赐力量予你。你被困难所迫吗？伊会当为你开出路。你惊吓吗？伊会当保护你。你感觉孤单吗？伊会当甲你作伴。你有重担无？伊会当替你担当。你有疾病无？伊会当医治你。你感觉有罪无？伊保会要洗净你。无一项代志是神做袂到的，无一项好处是神毋肯赐予你的。你有啥物需要，只要你交托伊，凭着神的旨意求，伊就赐人意外平安甲供应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为什么无爱到伊面前来等呢？为什么又愿伫这个世界上找求好处呢？为什么到无活水的所在找求活水呢？为什么到无卖牛食的所在去买牛食呢？回来吧，回来吧！神伫基督耶稣内面要赐福予你，宴席也已经为你备办好啊，就等候你倒转来享受，用心安静的听。伊伫你的心门外面伫咧叩门，伊慈爱的声音伫咧呼喊你。我要求天父，天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，叫做稳惠师，叫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咱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也无认捌伊，恁却认捌伊，因为伊常常甲恁同在，也别伫恁内面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、17节。
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